同大家分享個真實案例。我親戚曾經幫過一位客人，最初 TU 去到 G， 連車貸同中小企貸款都申請唔到，因為佢以前成日漏交信用卡嘅最低還款額。好多人都唔知免 TU 貸款係可以幫助提升 TU。佢問咗我親戚借咗免 TU 貸款之後 ，TU 就好快升上去。但佢後來佢竟然自行 cut 咗信用卡 ，TU 又好快跌返落去。好多人都唔知 cut 信用卡係大忌嚟㗎，因為總信貸額低咗，會令到個信貸使用率高咗。但好多人就以為 cut 信用卡係可以提升 TU， 同埋佢竟然網上查詢銀行私人貸款 ，TU 即時有個查詢記錄喺度，影響咗佢 TU 評分。後來再問我親戚用免 TU 貸款處理，之後佢就問銀行借到車貸同埋中小企貸款，如果 TU 低過 E， 其實都好難問銀行借錢。大家如果想提升 TU 有任何疑問，都可以隨時留言話俾我知。今日分享嘅方法，希望可以幫到大家提升自己嘅 TU 分數。其實信用分數就好似你嘅財務健康報告，無論你係咪計劃借貸，都應該好好管理。記住，慢慢改善都係進步。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又或者想了解更多提升 TU 分數嘅秘訣，歡迎喺下面留言或者 DM 我。